break up one. Come on, put your hands up. 唔係話唔好嘅，但係去得多就有啲審美疲勞咯。咁嚟呢度感受一下日式嘅風格都唔錯嘅，整體感覺就俾我比較別致。呢種木質嘅裝修就我覺得比較親近一啲，冇咁冷冰冰啊。咁今日約呢個靚女都比較熱情嘅，唔會係冷冰冰嗰款。工號係4.9，顏值方面老實講就普普通通嘅啫，不過身材都還算可以，而且服務嘅過程比較配合。佢嘅價格係465，咁加埋件衫總共就480人仔，唔算話平。不過呢種裝修比較好嘅場，價格都係偏貴少少噶啦，咁都好正常嘅啫。畢竟呢個裝修成本都喺度啊嘛。客服嘅聯繫方式可以私信攞。咁仲有呢個場好似係有幾個隱藏紅牌嘅，即係揾客服約唔到嘅，一般都係要揾啲熟人啊，或者直接加佢哋微信。我記得有4.7、4.8，仲有個5.0，即係呢幾個客服呢應該都唔會推出嚟嘅，要直接揾佢哋本人去加先得。我就聽講有個靚女排隊排到明年啊，我就唔知真定假啦，有啲離譜啊，揼個骨啫，至唔至於啊排隊排咁耐。我個人其實就唔係好中意揾嗰一啲熱門紅牌，即係排隊排得耐啦，難約，而且價格又貴，而且越係多師兄約嗰啲熱門紅牌，咁佢哋價格就越嚟越高，而且就更加難約，造成一個惡性循環。所以我個人呢，一般就揾啲比較容易約嘅，當日約到啊，或者提前一日，咁出嚟揼個45度骨啫，又唔係話揀老婆，至唔至於咁挑剔呢？我個人就冇咁奄尖噶啦，揾一個顏值身材過得去嘅，服務態度又幾好，咁我覺得體驗都唔錯噶啦，冇必要話一定要追求啲熱門紅牌嘅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就係唔同師兄有唔同嘅玩法。有一啲師兄就一定要約啲熱門紅牌嘅，啲普牌睇唔上，呢個都好正常啊，即係每個人有唔同嘅諗法，係咪咁講先？扯得有少少遠啦，咁呢期就先拍到呢度。先啦。Hello，晚上好。大家好，我係水工，係一個行走喺路嘅過客，剛剛喺東門步行街行完，就跟住過嚟呢個千葉水匯。都嚟過幾次噶啦，呢度裝修都唔錯嘅。地址係位於晒步 B 出口，行過400-500米就到啦。呢度就係個入口，行入去搭電梯上2樓就可以啦。一入嚟就見到呢個張飛門神啊，唔係喎，呢個應該係關羽，應該係關羽啊，帶住把刀噶吧？所舊你啊，講緊錯咗先。去前台攞個手牌。呢度有個乾蒸噃，都唔錯啊！沖涼房都幾有格調嘅，整啲咁嘅木質，洗頭水都可以喎，唔似有啲場呢就用啲乜鬼飄油洗到甩頭髮。呢啲盆栽應該係假噶話，因為佢種喺啲石頭上邊，冇咩營養，而且又冇咩陽光喺度。不過都冇所謂啊，增加啲格調嘅啫。聽講話係上年年底重新裝修嘅，整體就日式風格。呢度有棵咁嘅盆栽啊，呢個場嘅老細都比較中意啲綠色植物。呢度有幅畫，點解呢個人對死人眼有啲嚇人咁？前面呢度都仲有幅畫，一公一乸兩隻鶴，咁啲浪花都噴得幾犀利嘅，係咪暗示緊啲房間出水一一服務啊？我唔知啊，呢個斷估嘅啫。B 揀咗間房入嚟睇睇，入邊呢度都係有張浮世繪嘅畫，咁整體格局都比較日式嘅，榻榻米比較乾淨舒服。趁住個技師未嚟，過嚟廁所嚟急急，咁呢個廁所都比較有格調嘅噃，整咗一塊咁嘅鏡，鏡上面都有啲比較日式嘅花紋啦。要睇一個場嘅衛生程度，咁去個廁所睇睇係最直觀嘅。啲廁所呢度點個蚊香喎，都幾用心嘅。放完水出嚟走廊，
又見到撲盆栽。呢幅卷軸牆畫，我好似喺沖涼房見過咯噃，啲素材重複嘅。再返到嚟房間，我關咗盞大燈啊，咁呢度紅當當一片。呢間房就好似我呢一個 moment 嘅內心，非常之燥熱，等緊個技師啊！出返嚟大堂，呢個大堂分咗左右兩個區域，都唔算細，座位比較多嘅。呢個師姐好似撳緊隻腳，咁隔籬嗰個師兄呢，就撳緊個膊頭，睇佢個樣撳得都幾撚舒服嘅。水吧呢度放咗比較多零食啦，品類都比較豐富嘅。隔籬呢度仲有一部大嘅。服務好不好？挺好的。挺漂亮的。听说你们这儿还有可以换衣服出来看看吗？可以呀，有啊，你要看吗？要。那我拿给你看呀。好啊。哥哥，你可以挑一个啊。挑个学生妹的。哪个学生？这个我看。这个丝袜看。哥哥，我只有2套哦，有一套是学院风的，有一套是女仆的，你喜欢哪套呀？我喜欢穿丝袜的。穿丝袜的，那我们穿这套女仆装吧。可以。那我现在去换哦。好的。哪里的？我是广东这边的。好单纯呀。是吗？真的好见过漂亮，好性感。哥哥，你是哪里的呀？我西安的。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看到你就开心了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你，在国中。可以呀，可以呀。那我们开始。你以前在哪里干的？我之前是在其他地方做销售呀。你怎么不做你的销售啊？我这里上班。对呀，我不来这里上班，怎么看得见你呢？哥哥，开了灯和关灯有区别吗？没区别，真漂亮。是吗？每个哥哥都这么说呀。又开始了。Nice。我们大堂除了2台投影仪以外，每个沙发都有1台小电视，另外还有提供酒水、饮料、水果，还有自助餐这些。过夜的话，我们除了房间，还有太空舱提供。我们这里的环境是日式风，而且还提供汗蒸房。